大家好，我係 Kevin，恒生大學 Department of Computing 嘅畢業生。畢咗業之後咧，我就從事喺 Cyber Security 入邊咧做 Product Executive。咁我嘅目標咧就係想做一個 Solution Architect，去幫我啲客人咧去做翻一啲 end-to-end 嘅 framework design 啦，去最主要去幫佢哋做翻一啲problem 嘅 solving 嘅。學校學到嘅嘢咧，可以應用到喺工作上面嘅喎，例如 AI 啦、UX/UI 啊，又或者 end-to-end 嘅 project design 咁樣，其實喺工作上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。咁我就好彩，最後一份 internship 咧就可以喺一間大型嘅科技公司嗰度發展。完咗之後咧，就好快就可以有一個 job offer 啦，因為 internship 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。我大學嘅生活就好精彩啦，咁好彩咧，可以喺聯合國嘅 UNESCO 嗰度咧做到 student helper 幾年喎。咁同時間咧，亦都可以同到 Nobel Prize 嘅 holders 咧去做翻一啲交流心得啦，同埋去傾啲 project。雖然暑假係比較漫長啦，但係同學仔唔使擔心嘅喎。其實學校就準備咗一連串嘅 orientation 嘅 activities，咁等大家可以盡快融入到校園嘅生活㗎。